呢一條題目咧係同成本有關嘅。條題目係問喺咩情況之下去東京旅行嘅成本個 cost 會下降。一諗起 cost 就梗係從機會成本嘅角度啦。機會成本又叫做總成本，我哋可以從 money cost 同埋 time cost 上邊去分析嘅。我哋會話啦，總成本等於金錢成本加時間成本。咁究竟吳先生去日本嘅總成本係乜嘢啊？我哋可以分開兩方面去睇啦。金錢成本嘅就係呢個旅費嘅開支啦，而時間成本就係呢段時間如果佢唔去日本做其他嘢嘅價值，例如佢可能會喺呢段時間工作嘅回報啦，或者去其他國家旅遊嘅價值。好啦，從呢兩個成本裏邊呢，我哋就可以分析咯。我哋先睇 D 呢個選項，當日元對其他貨幣貶值，我哋假設其他貨幣係港幣啊，即係日元對港幣貶值，倒翻轉嚟睇，即係港元對日元升值咯。咁如果港元對日元升值，即係日本嘅產品價格以港元計算就會平咗噶咯噃。咁如果買翻同等數量嘅產品，其實吳先生喺日本嘅金錢成本係會下降噶噃，因為佢嘅開支會少咗，所以答案係 D。咁點解 A、B、C 係唔啱呢？我哋睇一睇咯。其實 A 同埋 C 呢都係同一類，係關於東京嘅。要知道嘅，東京係佢所選嘅價值嚟噶。咁即係話呢 A 呢件事會令到東京嘅價值下降， C 呢件事呢係會令到東京嘅價值上升。但係其實係冇影響去東京旅行嘅成本，所以 A 同 C 都錯。B 咯噃，老闆請食自助餐，你要喺香港先有得食噶嘛？咁即是話呢個會令到去東京嘅非金錢成本上升啦，因為非金錢成本就係呢段時間喺香港做嘢嘅價值啊嘛。咁於是非金錢成本上升就會令到去東京旅遊嘅成本增加，因此個答案就係